你莫带一讲没播客长门客长，非面话行语面的高中门客长，非面话是客长。你莫昨天遇到邪路，听耶稣背解，你莫昨天遇到邪路，听耶稣背解。背解安农金池诺huyện ninh em农金池诺弘ninh池诺弘ninh弘ninh宁波做的绿道蛇路听耶稣背解安农金池罗弘ninh那个罗宁啊，就是这个你咱们去哪个你想不出来？也是罗是罗就是这个罗是罗，就是紫色。宁波昨天绿道长衣蛇罗，就是紫色是罗。我觉得像个火苗这个颜色是紫色的，罗就是purple，蛇罗听耶稣背解披着安农金池罗弘ninh，你看要用这个金条给它织一个王冠，弘ninh就写这个里，罗就是紫色 purple 紫色。宁波昨天遇到蛇罗，听耶稣背解安农金池罗弘ninh，给它做一个用金条做了一个王冠。要出鞘像一只风筝，飘落遥远的泰国地，兄弟天涯两分离，何时才能再相聚？
啦啦啦啦啦啦，遥祝兄弟在何方？家乡亲人在盼望。啦啦啦啦啦。